各位街坊朋友，你哋有冇試過喺深圳行街，見到啲燒味檔標住30蚊一盒無骨燒肉，或者係30蚊斤無骨大豬，心入面第一反應係咪覺得，哇，平到燒啊？喺香港買條肉都要60、70蚊啦，而家30蚊就有交易，仲要係無骨喎，啖啖肉，簡直係窮人一物，性價比之王啊！但係你有冇諗過，點解人哋可以賣到咁平？扣除鋪租、人工、水電，仲有嗰嚿豬肉嘅成本，到底剩返幾多？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呢個30蚊無骨豬嘅驚天大騙局，帶你睇清楚呢啲咁所謂嘅抵食肉，背後到底隱藏咗啲乜嘢唔可以告人嘅秘密。原來你以為自己執到寶，其實一直係食緊人哋唔要嘅下欄嘢。話說反轉頭，呢幾年大家真係好鍾意北上消費，特別係2023、2024年呢段時間，香港人簡直係湧住去深圳。無論係後生仔定係50幾歲嘅叔伯兄弟，大家嘅目標都好一致，就係要揾性價比。但係魔鬼往往就係細節入面。你試諗下，而家係2026年，物價升咗幾多？豬肉嘅飼料、運輸成本全部都係錢。如果你喺一間裝修企理嘅鋪頭，見到30蚊一盒無骨豬，你首先要問嘅唔係好唔好食，而係呢嚿係乜嘢肉。好多人以為無骨豬就係將嚿五花腩去咗骨，咁就大錯特錯啦。真正嘅五花腩要有皮、有肥、有瘦，層次分明，嗰啲叫上肉。但係喺呢啲30蚊嘅價位入面，你食到嘅好大機會係所謂嘅碎肉拼湊或者係奶脯肉。咩叫奶脯肉？即係豬肚腩最下面連住乳腺嗰個位，嗰度嘅肉質鬆散，肥油多，而且充滿咗淋巴結。正常嘅餐廳或者係有良心嘅師傅，係會將呢啲位切走唔要，當成廢料處理，或者係平價賣俾人做飼料。但係而家有人將呢啲下欄嘢經過化學處理、醃製，再燒到皮脆肉滑，搖身一變就成為你口中嘅無骨豬。你可能會話，食落口味道都唔錯啊，仲好夠味添。呢度就係最恐怖嘅地方。你知唔知為咗掩蓋嗰陣下欄肉嘅味同埋唔好嘅肉質，人哋加咗幾多嘢入去？首先係補水劑，即係磷酸鹽。加咗呢啲嘢，嚿肉可以吸收更多嘅水分，稱落去仲好多，食落去好似好滑，其實全部都係水。再嚟就係大量嘅嫩肉粉同埋食用香精。你以為你食緊豬肉味？其實你係食緊化學合成嘅豬肉香膏。如果你留意下，呢啲肉嘅顏色通常都好鮮紅，或者係嗰種好唔自然嘅橙紅色，呢啲就係落咗過量燒鹽嘅結果。燒鹽可以令肉類保持粉紅色，唔會因為煮熟咗而變深色，但係食得多對身體有幾大傷害，相信30幾歲、40幾歲有啲健康常識嘅朋友都會知。我識得一個喺深圳做咗20幾年燒臘嘅師傅，佢今年都成58歲啦。佢同我講，以前佢哋做燒肉係要揀嗰啲足稱夠身嘅大豬，皮要厚，咁樣燒出嚟先至有嗰種化學反應，皮脆肉香。但而家好多30蚊一盒嘅肉，根本唔係燒出嚟，係焗出嚟或者係炸出嚟。更有甚者，係用一啲所謂嘅重組肉，佢哋將一啲零零碎碎嘅豬肉碎加埋大豆蛋白，再用一種叫谷氨胺轉胺嘅肉膠水，將佢哋黏埋一齊，壓成一塊大肉，然後再燒。呢種肉最大嘅特點就係無骨，因為佢本身就係人工拼湊出嚟嘅。你以為去骨好貼心？其實係因為去咗骨先容易隱藏佢係重組肉嘅事實。大家試諗下，你去街市買靚嘅五花腩，閒閒地都要40、50蚊斤，呢個係2026年嘅公價。點解人哋煮熟埋、燒埋、包裝埋，仲要俾埋租金人工，可以賣30蚊？除非佢嘅原材料係唔使錢，或者係極低價嘅凍肉。講到凍肉，仲有一種更差嘅，就係所謂嘅過期肉或者係僵屍肉。呢啲肉喺冷凍庫入面放咗好耐，可能係1-2年，甚至更耐。肉質已經變晒，完全無營養可言，甚至已經開始滋生細菌。但係只要經過強烈嘅調味料醃製，加上高溫油炸，你根本食唔出。
好多香港人，特別係嗰啲60、70歲嘅老人家，佢哋比較慳，見到平嘢就想買。佢哋會覺得深圳啲嘢平啊嘛，人工平租金平。係，人工租金係平啲，但唔代表可以平到違反邏輯。當你食緊呢啲30蚊一盒嘅無骨豬嘅時候，你有冇諗過點解個皮可以咁耐都唔韌？因為裏面加咗脆皮素。你有冇諗過點解嚿肉可以咁軟縮？因為裏面加咗大量嘅化學鬆肉劑。其實呢種現象反映咗一個好大嘅問題，就係我哋喺追求抵食嘅過程中，慢慢失去咗對食物品質嘅要求。我哋成日笑人係水魚，覺得俾貴錢買嘢就係傻。但係如果用30蚊買返嚟嘅係垃圾，係損害健康嘅下欄嘢，咁邊個先係真正嘅水魚？如果你食完之後腸胃唔舒服，或者長期累積咗啲毒素喺身體入面，到時要睇醫生，嗰啲醫藥費絕對唔止呢30蚊。我仲記得我有個朋友，佢今年啱啱30歲，成日自詡係深圳通，邊度有平嘢佢最清楚。有一次佢帶我去試呢啲平價無骨豬，我一睇嗰嚿肉，皮肉分離，肉質呈粉狀，完全無豬肉應有嘅纖維。我問佢：你唔覺得呢嚿肉好怪咩？佢話：平啊嘛，30蚊你仲想點？呢句30蚊你仲想點真係好悲哀。平唔代表可以食壞人，平唔代表要食垃圾。講返啲下欄嘢，除咗奶葡肉，仲有一種叫槽頭肉。呢個位係豬脖子嗰度，係淋巴結最集中嘅地方。喺內地嘅一啲新聞入面，曾經踢爆過有啲黑心工場，專門收購呢啲槽頭肉嚟整梅菜扣月或者係平價燒肉。呢啲肉入面含有大量嘅甲狀腺激素、淋巴結，如果處理唔乾淨，人食咗之後可能會出現嘔吐、血壓升高等症狀。雖然依家法規嚴咗，但係喺呢啲極低價嘅市場入面，邊個敢保證？各位朋友，如果你真係想食好嘢，唔好再迷信呢啲所謂嘅性價比。一分錢一分貨係永恆不變嘅真理。如果你喺2026年仲相信有平、靚、正到咁誇張嘅嘢，咁你真係要反思下啦。如果你真係想食燒肉，寧願去返啲有口碑、老字號嘅鋪頭，就算貴少少，起碼你知自己食緊乜。其實香港嘅燒味文化好深厚，我哋由細食到大，咩係好嘢，我哋條脷應該係識分嘅。點解一返到內地，見到平價標籤，我哋嘅判斷力就下降咗？係咪因為我哋太過焦慮，太過想喺生活入面揾啲便宜嚟平衡下平時生活嘅壓力？但係生活壓力再大，都唔好攞自己嘅身體嚟較飛。我喺度呼籲大家，下次見到呢啲30蚊無骨豬，行埋去睇清楚。如果嚿肉無紋理，顏色太紅，皮脆得好假，食落去無肉味，只有調味粉味，咁你就真係要考慮清楚。唔好為咗慳嗰20、30蚊，做咗人哋眼中嘅大水魚。講真，依家深圳好多高級啲嘅商場，啲燒肉都要賣成百幾蚊一例，點解人哋生存到？因為佢哋用嘅係新鮮豬，係黑毛豬。咁你諗下，30蚊嗰啲到底係咩？係人哋切落嚟嘅邊角料，係人哋唔要嘅淋巴肉，係加咗化學嘢嘅重組肉。你以為你喺度食好西？其實你係幫人哋清理垃圾咋。喺呢個咁急速嘅年代，每個人都想快、想平、想方便。但係煮食係需要時間嘅，養一隻豬都係需要時間嘅。如果你跳過晒呢啲時間嘅成本，最後得到嘅只會係虛假嘅滿足感。希望大家聽完我今日講呢啲，下次北上揾食嘅時候，對眼可以放亮啲，唔好再被呢啲平價陷阱蒙蔽。我想同大家分享多一點點關於豬肉嘅知識。大家知唔知豬隻喺屠宰之後，如果係新鮮豬，佢嘅肉色應該係淡紅色，脂肪係白色且有光澤。但如果你見到啲燒肉切開之後，瘦肉委深到好似牛肉咁，或者係帶有一種不自然嘅紫紅色，咁就好可能係添加咗大量亞硝酸鹽。而如果脂肪位係發暗、發黃或者摸落去黏手，咁嚿肉好大機會已經變質。再講講個無骨嘅概念。
喺傳統燒臘工藝入面，燒大豬係連骨一齊燒嘅，因為骨頭可以撐住嚿肉，令佢受熱均勻，而且骨髓嘅香味會喺燒製過程中滲透入肉入面。去骨燒肉雖然方便切件，但如果係成批咁賣，佢好大機會係喺工廠化生產入面，為咗方便包裝同運輸而做嘅。喺呢種大批量工業化嘅生產線入面，你覺得佢會唔會慢慢同你挑走啲淋巴位？會唔會慢慢同你洗乾淨啲血水？我有個開酒樓嘅朋友，佢今年45歲，佢同我講過一句話：食落肚嘅嘢，如果平到連你自己都唔信，咁你就真係唔好食。佢話佢做咗咁多年餐飲，最驚嘅就係嗰啲無底線嘅競爭。你賣40，佢賣30，再有人賣20，最後點樣維持利潤？咪就係喺原材料度落手。所以話大家去深圳玩，去食嘢係一件開心事。深圳其實有好多好嘢食，有好多認真做嘢嘅廚師，但偏偏就係呢啲30蚊嘅下欄嘢，搞臭咗成個市場。我哋作為消費者，最有力嘅武器就係我哋嘅荷包。我哋唔買呢啲黑心嘢就冇生存空間。如果你問我，咁香港嘅燒肉係咪就一定冇問題？我唔敢講100%，但起碼香港嘅食環署管得好嚴，對於添加劑，對於肉類嘅來源都有追蹤。而且喺香港做生意，名聲好緊要，特別係啲做咗幾十年嘅老店，佢哋唔會為咗嗰少少利潤，去冒住執笠嘅風險用埋啲下欄肉。所以呢，各位，下次再見到30蚊無骨豬，諗起我今日講嘅呢番話，試下用你嘅鼻去聞下，有冇陣化學香精味？試下用你嘅眼去睇下，肉質係咪好似紙巾咁無纖維？試下用你嘅腦去諗下，呢個價錢合唔合邏輯？我唔係想嚇大家，我只係想大家食得明白，食得健康。畢竟健康先係我哋最大嘅資產。如果你為咗追求一時嘅口感，或者為咗覺得自己執到平嘢嘅快感，而損害咗自己嘅身體，咁就真係得不償失。最後想同大家講句心底話，我哋香港人一向都係精明消費者，我哋識揾平嘢，但更重要嘅係我哋識分好醜，唔好俾呢啲低價策略沖昏頭腦。無論你係20幾歲嘅大學生，定係已經退休嘅老友記，都要記得便宜莫貪，特別係食落肚嘅嘢。大家北上消費嘅時候，可以試下啲真正有特色、有品質嘅嘢，唔好再將目光停留喺呢啲30蚊嘅垃圾上面。如果你覺得我今日分享呢啲資訊對你有幫助，記得話俾身邊嘅朋友知，特別係嗰啲成日上深圳買燒味返香港嘅親戚長輩，教下佢哋點樣分好肉同壞肉，救得一個得一個。大家下次去深圳，不妨去下啲本地人去開嘅街市，睇下人哋新鮮豬肉賣幾錢，你就知30蚊一盒熟肉係幾咁荒謬。生活喺2026年，我哋資訊咁發達，唔應該再咁容易被騙。做個聰明人，食餐好飯，對自己好啲。其實講到尾，呢啲平價燒肉嘅出現，亦都係社會競爭激烈嘅產物。商家為咗生存，不擇手段，而我哋作為消費者，就要保持清醒，唔好以為無骨就係好，唔好以為皮脆就係靚。真正嘅美味係來自食材本身嘅鮮味，而唔係化學嘢嘅堆砌。希望大家下次見到30蚊無骨豬，可以一笑置之，然後去揾一間真正用心做嘢嘅鋪頭，坐低慢慢享受一餐真正嘅燒味飯。呢啲錢值得花，健康更值得守護。其實豬肉呢樣嘢真係一門大學問，由豬隻嘅品種，例如係白豬、黑豬，定係所謂嘅走地豬，到屠宰之後嘅處理，每一環都影響緊味道。我哋平時喺超市或者街市見到嘅，通常都係已經處理好嘅部位。但如果你去到一啲大型嘅批發市場，你就會見到豬肉嘅世界有幾咁黑暗。嗰啲被稱為下欄嘅部分，通常包括咗豬頭皮、豬脖子肉、乳腺肉，以及一啲內臟附近嘅碎肉。呢啲肉入面往往夾雜住大量嘅氣管、食管同埋淋巴腺。
喺工業化嘅食品加工廠入面，佢哋會用大型嘅絞肉機將呢啲肉打碎，然後加入大量嘅調味劑同澱粉，整成各種各樣嘅肉製品。而呢啲所謂嘅無骨豬，雖然睇落去係成塊肉，但好多時係透過技術手段將呢啲碎肉重組而成。你想想，一隻豬要養幾耐先可以出欄？要用幾多飼料？仲有防疫、人工、運輸嘅成本。如果你係養豬嘅，你會唔會想將自己辛苦養大嘅豬，以低於成本嘅價錢賣出去？肯定唔會。咁商家點樣維持30蚊呢個價錢？唯一嘅方法就係降低原材料嘅成本。佢哋可能會去揾啲處理肉。咩叫處理肉？例如係一啲喺運輸過程中受傷，或者係有部分炎症嘅豬隻，佢哋嘅肉會被平價處理。又或者係一啲凍咗好多年，品質已經嚴重下降嘅進口凍肉。呢啲肉喺專業人士眼中根本唔可以用嚟做燒臘，因為燒出嚟嘅味道會好腥。但只要加咗燒鹽，加咗增香劑，再用超高溫嘅油炸一炸，嗰種味就被掩蓋咗，取而代之嘅係一種好濃郁、好誘人嘅香氣。好多人就係被呢種香氣吸引咗。你行過門口，聞到好香，睇到顏色好靚，再睇到個價錢，你就忍唔住買咗。但如果你帶返屋企，放涼咗之後再食，你就會發現嗰種香味已經變咗一種好怪嘅油膩味，而且肉質變得很硬，或者變得很散。呢啲就係化學添加劑現形嘅時候。我今年都30幾歲啦，我有啲朋友喺內地做食品貿易，佢哋私下同我講，佢哋自己從來唔食呢啲街邊嘅平價燒味。點解？因為佢哋見過嗰啲工場係點樣運作。佢哋話嗰啲醃製肉類嘅桶入面啲水係黑嘅，入面加咗唔知幾多種粉末。嗰啲肉入去浸一浸，出來就變得粉嫩粉嫩。聽完呢啲，你仲敢唔敢隨便將呢啲肉送入你小朋友或者老人家嘅口入面？其實追求性價比無錯，但性價比嘅前提係品質。如果品質係零，咁價錢再低都無意義。我哋香港人成日講一分錢一分貨，呢句說話喺今日嘅消費環境入面顯得特別重要。我有個細伯，佢今年已經70幾歲啦，佢最中意食燒肉。佢成日同我講，以前嘅燒肉皮係脆到好似芝麻咁，肉係有肉汁嘅。而家啲燒肉好多時食落去好似食緊塑膠。呢位細伯雖然年紀大，但佢對食物嘅要求從來冇降低過。佢寧願食少啲，都要食好啲。我覺得呢種生活態度，先係我哋應該學習嘅。當我哋喺度討論緊30蚊無骨豬嘅時候，其實我哋亦都喺度討論緊我哋嘅生活品質。我哋係咪已經習慣咗接受低質素嘅嘢？我哋係咪因為環境嘅壓力而放棄咗對美好事物嘅堅持？深圳呢個城市發展得好快，2026年嘅深圳同10年前已經完全唔同。佢有好多高端國際化嘅餐廳，亦都有好多追求極致工藝嘅小店。但同時，佢亦都存在住呢種專門針對追求平價人群嘅低端市場。呢個係城市發展中不可避免嘅現象。但作為消費者，我哋有選擇權。我希望今日呢番說話可以喺你下次想買平價燒肉嘅時候，喺你腦海入面響起。唔好再做水魚啦，唔好再幫人哋清垃圾啦。你值得食更好嘅嘢。大家可能仲會問，咁點樣先可以避開呢啲陷阱？除咗我頭先講嘅睇顏色、聞味道之外，仲有一點好重要，就係睇透明度。一間好嘅燒味店，通常會將佢哋燒製嘅過程或者掛起嘅大豬展示俾你睇。佢哋唔怕你睇，因為佢哋用嘅係真材實料。而嗰啲只係賣一盒盒包裝好，或者係切好晒嘅肉，你連佢原本係乜嘢樣都見唔到嘅，就要加倍小心。仲有，如果一間鋪頭嘅燒肉全日任何時間都係皮脆嘅，你就要懷疑啦。因為正常嘅燒肉放得耐咗，皮係會吸水變軟嘅。如果佢可以維持幾個鐘甚至全日都咁脆，咁肯定係加咗化學嘢。
我今日講咗咁多，唔係想針對邊個地方或者邊種生意，我只係想提醒大家喺呢個物慾橫流、資訊爆炸嘅時代，保持一顆清醒嘅心係幾咁重要。唔好被表象所迷惑，唔好被價錢所左右。下次你返到香港，行過街市嗰啲老字號燒臘檔，雖然30蚊買唔到一斤，但你可以買20蚊切雞、20蚊燒肉咁樣搭夠，起碼你食得安心，食得放心。好了，今日就同大家傾到呢度，希望呢篇嘢可以令你對30蚊無骨豬有全新嘅認識。記住，食得精，食得好，先係對自己最好嘅投資。唔好再做水魚啦，各位街坊，我哋下次再見。